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表示讲，乌克兰掠到2个参加罗西亚军队的中国公民，要求外交部得爱甲北京去联络，得爱北京来说明。不过目前中国甲罗西亚是各无回应。乌克兰军队掠到2个为中国来的士兵，总统泽伦斯基已经要求中国解释，这是乌克兰当局第一摆指控中国向罗西亚提供军力。Ми взяли в полон китайськ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. Відповідно, є документи, є їх паспорти, є навіть кредитні картки. Це громадяни Китаю. 泽伦斯基伫社群媒体答问显示，其中一个中国人被铐起来讲中文，也表示最近烧战的情形。乌克兰外交部长斯皮还表示，中国军队伫乌克兰领土烧战，和中国所谓的和平立场遭到禁忌，已经条件自基辅中国大使要求说明。这也表示唔能北韩伫帮助罗西亚烧战。It's disturbing with North Korea participating. It's disturbing with the Chinese soldiers having been captured. China is a major enabler of Russia in the war in Ukraine. China provides nearly 80% of the dual-use items Russia needs to sustain the war. 虽然北京甲莫斯科伫政治甲经济互动密切，不过中国一直想要伫俄乌冲突当中保持中立，佮一直否认军援罗西亚。北韩去年正式派兵去支援罗西亚，引起国际社会关切。西方官员去年初，北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，伫罗西亚西部库斯克州作战的北韩军人，才3个月就将近40%伤亡，差不多是1000人战死。公司新闻，恩文宁报道。